继续来关心，昨昏暝仔的时阵，伫咧台东有一个民众，伊伫咧富山河溪区发现一块飞龙机的残骸。后来空军有证实，这是2月份摔落海永型战机副机师的残骸。自当时，迄个飞行员有顺利跳伞逃生。然而，这个残骸已经再登去制航基地做后续的调查。 台东县政府委托前海部的民众，初五下晡伫富山渔业资源保护区北边，发现一个大石虎有红白铺色的金属物体，疑似是今年2月15伫东南外海坠起的永兴高教战机的残骸。沿着海岸边走过来，就发现有一个看起来大型垃圾要过来移除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一块好像是飞机的残骸。 这长差不多2公尺、宽差不多60公分的金属物体，经过比对图片，可能是永兴战机的副机师。民众讲，这个金属物体应该就是那伫台东东南外海永兴战机部分残骸。不过，大部分残骸伫3月已经鼓起来，这个其实残骸可能是予洋流风太大型，带甲伫对海地点10公里外的海边冲起来。民众通报空军交由制航基地提登去，空军司令部证实，这个金属物体是永兴战机残骸，会变好入库交由专家鉴定，搁纳入实际的鉴定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